花莲天龙省大楼咧要拆线，这附近北平街6号大楼也当咧拆除。当地里长伊当时嘛是受灾户，伊是表示讲真侪厝主其实拢真希望讲会当原地重启，也毋过伊嘛知影这项心愿要完成，其实无遐尔简单。计生处是表示讲，这该拆的得赶紧甲拆好掉，保障居民安全才是上重要的代志。 脚踏车继续作业，这是花莲市北平街6号大楼，当咧加速拆除。当地里长嘛是受灾户，伊表示多数厝主拢希望会当伫原本的所在定起。像我们这一栋只有3户是租客，其他都是屋主。这些租客也有找到房子了，大部分都是希望能够原地重建啊。 里长表示，即摆地动的受灾户真济，会体谅官府处理的量定有限。建设处表示，天王市大楼拆除的作业已经要收尾啊，接落来北平街甲博爱街也有其他可能爱拆掉的建物，会赶紧评估。北平街2号跟博爱街大楼应该也是。 有一些危险可能会影响到公共安全，所以我们希望在做最后评估之后，应该也会来安排拆除。伫北平街16号的早顿店地动了后，就经拆掉。地动迄当时，头家反应真紧，叫人客走去外口，才无造成伤亡。虽然伊个毋知未来要行倒一步，毋过强调想要留伫花莲重新开始，目前敢若会当先去完成伫东华大学 EMBA 学业。在一瞬间就一无所有。 今后要如何重建、何去何从？重建一个课题，辅导就业一个课题。头家表示，感谢官府提供慰问金加税厝补助，好因暂时有所在通住。毋过未来要安怎定起，敢若会当等官府规划协助。记者综合报道。